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福喜来的》，我是吴启勇。今日我们的来宾是一位雕刻家，不过伊雕刻的东西，规定人讲必行安有的东西哦。我们来谈应用来讲，欢迎李建筑老师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我是李建筑。老师是来自云林，对，从云林来的。二轮，对，二轮乡。很有趣哦。老师赵安克，这文好。不过呢，前一阵子才发现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一直不晓得我有赵安克的血统。是因为办展览。对，在去年底在伦贝的赵安克家文化馆，然后有一档展览，那后来被发现说。我也是赵安克哦，就是好像是有人问了老师的爸爸是谁，对，阿公是谁，对，好，结果就追出来，发现讲，原来老师是赵安克哈，我们也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认识老师。中文海头都讲，也个以雕刻的东西按电影讲呢，老师是雕刻笔芯，对。这个怎么想到要用笔芯来雕刻的？对啊，我常这么形容，就是无心插柳这个整个过程。对啊，因为也是意料之外啦。我一开始就我有2个小孩，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啊，他们玩具公仔。就是那个乐高积木的公仔，然后公仔有一些有提供武器，有一些是没有。那我2个小孩会因为哥哥有妹妹没有，他们会争吵。那我那时就想说，我来做武器提供给他们玩。对，那我是用竹筷子武器，我用竹筷子削成武器，然后给小孩子玩。对。你这爸爸也太好了吧！我们一般噶是生意的提供我没有武器，爸爸可能就随便剪短一点嘛你就想象一下这个是刀，这个是枪，你自己想象。结果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，老师你做的那个武器之逼真，但是大概只有2公分对，你为什么会想要做到那么逼真啊？就一开始就是要做玩具给孩子玩嘛，对呀，那我就做了一些，那提供给小孩玩。那后来有一位朋友，他看到我做竹筷子武器，他就建议我说，你要不要用笔芯试试看？对，然后他就传了一封，早在10年前，在 email 的时代就被流传很广的一位美国的作家，然后他的笔芯雕刻的作品。然后他把这个 mail 再传给我看，其实这个 mail 我在之前就有看过。那我第一次看的时候，我还没有觉得说我会去做这个。对。那在我这位同学他再把这个 mail 传给我之后，那时候看我就觉得，好像不难，我应该做得到。对，好像不难吗？我就用小孩写字用剩的铅笔，然后来做练习。我一开始也是刻武器，对，那。刻了之后啊，就蛮得心应手的，就可以刻出我想要的作品。对呀，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笔芯雕刻就成为我最主要的兴趣。就会因为你一开始做生意的那些玩具，然后你做了以后，发现好像没有很难，所以朋友告诉你，那笔芯试试看，你就想，刚才做昆纳森也没有很难。但是你以前是学什么？我算是化学类，我是环境工程，对，完全没有关系耶。对呀，没有关系。不过我在学生时代啊，或者更早之前，就比较还小的时候，我就喜欢自己动手做一些小东西。对呀，像我家里小时候是烧柴火，妈妈还有阿嬷他们会绑那个新柴，就要到大灶里面去煮饭那种新柴。对。然后我会拿柴刀自己去劈竹子啊，劈木头，做成刀啊、剑啊这样玩。对啊。然后在求学的时候啊，我也比较偏好像是美术啊、工艺还有美劳这一方面的课程。对啊，好像有这一方面的基因吧。小时候其实就是有兴趣，对，只是没有往那边去发展。对。然后发展起来，竟然是因为小孩。对啊。古手老师都讲，一回是黑兵器，然后你的进阶就是也是刻兵器。对。那兵器之后呢？你有想讲，我要来刻一个什么？
再来就很多元，就有很多的主题，像今天有带到现场的，就是建筑物系列嘛，哈，然后还有人物系列，还有这整个的那个郁金香花海，对，还有我常常会拿出来介绍，就是那个西螺大桥，对，我住云林西螺这个区域，对，那西螺大桥和我成长有密不可分的关系，对，那我当时就想说。我记得连横先生在台湾通史他说，身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。那我当时就想说，身为云林人不可不刻西螺大桥。对，那时候我就刻了这个西螺大桥。老师跟我们介绍，这西螺大桥好特别，你是用整支？对，这是一支彩色铅笔刻出来的。然后我刻了10拱。西螺大桥原本有32拱。对，那我因为铅笔比较有局限它的长度，那我只刻了10拱，那整个都是镂空贯穿的。它就不只是前面的笔芯，对不对？它是一整个，你都把它当成雕刻品这样。那这个西螺大桥刻了多久？1个月左右。哇，要1个月？就断断续续啊，我是有空才做的。不过老师，你没有经验吗？你没有经验。对。然后你唯一知道就会给 email， 刚侬会提供，比如讲我想要刻西螺大桥，但我要怎么着手？你会提呢？要怎么做？对啊，一开始就是会有一些瓶颈出现。像主持人提到，我们其实，在台湾做笔芯雕刻的同好很少。对，在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，几乎是没有同好。就算想拜师也无师可拜。对，那过程中就是自己去摸索，然后去累积自己的创作经验，然后边做边学这样。我算是自学而成的，无师自通这样。哇，刚工具呢？你的工具要怎么来？对，这也是创作的瓶颈之一，会遇到工具的瓶颈。那有时候想要刻更细致的东西，就需要更好一点的工具。对啊，那工具也是我自己去做出来的。我是使用那个修理钟表眼镜的那个螺丝起子。对，然后我把它磨得更细或者更尖。对，可以用来削，可以用来刮，还可以切，也可以转，还可以画线，很方便。所以就是钟表用的那种，你又把它做出各种不同的样子。对对，符合自己的雕刻需求这样。古说鸦片宽度几乎都是钟表，修钟表用的。好，你就把它再弄成你需要的样子。对，是再加工过。然后还有比较特别就是我用缝衣针的针尖。我取一小段针尖，我有再磨过更细这样子，然后我是用来雕刻自动铅笔芯。对，什么？自动铅笔芯也可以？对，就我们说的0.5、0.9、0.7那个自动铅笔芯，那个也可以雕。对，可以雕。我把它雕成26个英文字母，对，就连续不断的英文字母这样。自动铅笔芯？对。哇。好难想象哦。那你那个是已经做很久了才想要刻，还是其实蛮早期就做了？算蛮早期哦。我2010年开始做笔芯雕刻，那刻自动铅笔芯大概是2012年。哇，你就会想说我要再刻更细的。对。就给自己创作上的挑战的。哇。头多啊，其实老师这一集啊最有趣就会，老师做录落耶，结果一次都还没开始录音，因为大家都一直在赞叹，然后一直在问老师问题，就很多人应该都会这样，对不对？看到你就会围着你问很多工具啊，我们单枪工具，喊过木竹啊，你怎么有办法可以看到？而且老师好像是用那个膨镜、放大镜什么的，我是用螺丝雕刻的，就是没有放大镜，没有显微镜辅助。对，我是用螺丝雕刻。怎么会办得到？所以是压哈戴着的黑近视眼镜。没有，我把眼镜拿下来的。就是直接螺丝雕刻。那我看的这样够清楚哦。可以，还看得到。我有尝试用放大镜，可是透过放大镜的那种影像形成啊，会怪怪的。有点变形。对对对，会飘飘的，然后我还不习惯。古总你一开始
如熊狗爱吃，你会想我要试试看这个，你也不会去觉得不行，你就是拿来试试看。对呀，因为会有兴趣，所以就会想要尝试。那你要如何做功课？就连在国外，做笔芯雕刻的人多吗？国外比较多，就我所知，像越南就有很多中学生，还有印度也很多。那比较知名的笔芯雕刻家，像刚提的美国那一位，还有俄罗斯也有，日本也有，波西米亚也有，还有德国，还有很多，对。可是你这样举例，其实就感觉它也是比较小，对不对？比较小众在做的。对，是比较小众。你感觉就是非常的困难。对啊，因为它有它基本的先天材质的限制啊。像铅笔，它就是它很细，而且容易断。其实它不适合用来做雕刻。对啊，那它原本是书写，大家都知道它不适合做雕刻。对啊，它原本是书写啊、绘画功能嘛。那我把它做到艺术化的延伸，用来做雕刻创作。对啊，那它因为它质地很脆又容易断，而且有形状还有尺寸大小的限制。像形状的限制，它就是圆柱状的。还有一种木工铅笔是扁平状。所以在雕刻的时候就要思考这个我们想要刻的素材，像比如说人物的话，人物的肢体动作大开大合的就没办法做，就必须在思考过怎么修饰它的肢体动作这样。因为一路哈的呀，就很窄，所以你不可能让它延伸到太多，不然就会人变得非常非常细，好像又很困难，那个脸孔就没有了。那你刻的时候，除了讲我靠你讲，也跟你，比如讲它不能太宽，它的动作这些不能太宽，还有你头讲材质，那其他还有什么吗？就是刻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？就不要让它断。雕刻的程序，对，不要让它断，因为雕刻就是。雕刻难，它就是难在它起手无回，没办法再往前退一步，往后退一步，不能改。对，像塑就可以，它可以增可以减，那雕刻就是减法的工序，去掉就没有了。对，所以这是比较雕刻之前要想好了才下刀这样。那老师，你去给做也给紧压吗？你做的经验里面，会你刻到一半。觉得刻不下去的，不行，会很常这样，会有遇到这种情况。对，那通常这也算是一种创作的瓶颈吧。那我会让自己适度休息，然后先离开这个思绪。对，然后沉浸一段时间再回来再继续做，这个效果还蛮不错的。所以有些时候其实是可以刻下去，但是当下遇到瓶颈。对。就我们说的撞墙啊，就说怎么刻都不对这样。而且你这个如果刻到一半觉得我要改，都不太可能呢，因为按 C 的东西对，类似的状况就是说，比如说有刻坏掉的时候，如果坏得很严重，就是要放弃了，然后再重新来过。那如果说是比较轻微的失误的话，就可以再细修，就慢慢的把它再修正过来，这样。没有可能，有可能可以修。多多咱讲到一代西罗大桥，俺还有几道老师的作品哦，俺聊一下天，俺个继续来请教李建筑先生。欢迎到进来复习来嘅现场，我哋今日嘅来宾係笔芯雕刻家李建筑先生。多多先生又同我哋講吼，以用我開始來雕刻一個筆芯嘅，係同細人嘅有關。本來要做一個武器，本一個人工嘅，好，結果呢進化到筆芯。那老師再跟我們介紹一些你的作品，好不好？好，這是世界著名建築物，就是各國的著名地標。那我一開始刻也是從台灣的101開始。對啊，那
一开始会想要刻101，因为我把作品完成了之后，我都会拍照，然后分享在个人脸书或者是 IG 上面。对，那我想说，因为我来自台湾，我想和使用 IG 的一些网友分享说，台湾的101建筑物。对，那后来就陆续有在增加一些其他国家的地标建筑。对，那不能让101专美于前，那我后来也刻了85大楼。高雄的85大楼也刻进去。哦，刚刚你 PO 在你的就是这些社群网站上，应该大家回响都很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也蛮受欢迎的。对。然后除了建筑以外，老师最近刻的黑给开口诗，对，这是招安课的开口诗，和招安课的文化比较有息息相关的。像开口诗啊、屯建筑，他们不同的困难度在哪里？因为建筑物它有比例的要求，所以就线条比例的要求，不能误差太多。对，那如果误差太多，刻出来就象征度就差很多。对，所以我在刻建筑物的时候，我会参考很多的参考图片。现在网络很方便，然后我会在网络上找到我要的，最好是4个面都有的照片。对，然后我再去做等比例的缩小，然后再把草图画出来，然后之后再到笔芯上面开始做画线、做雕刻这样。哇，那比例尺一想就头痛哎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不但那个要1比多少啊？对，所以在雕刻之前的工序其实也很重要，也很繁琐这样。古时候你黑七嘎，你看那胸片，看了照片以后，你要七嘎了吧？画那个比例尺出来，你会大概画多大张的图，还是就是那么小的？我会把它做等比例的缩小，然后缩小到我实际要运用到笔芯上面的那个尺寸。就最后你会画到那么小的草图。对。整个工作就是小小的这样。对。哇，听起来真的就很难。然后还有人物，对不对？老师有说人物就不能太大开大合。对，因为笔芯形状的缘故嘛，就是它是圆柱状或者是扁平状，就没办法太大刀阔斧的去刻它。对，那就必须说考虑到人物的肢体动作，对，要符合在笔芯的柱状的范围里面，可以容纳的范围。对，那我刻了孙悟空，还有猪八戒，还有牛魔王。这个3个刚好就正好是我们的生肖。对，那我每一年的农历生肖都会刻值年生肖这样。对。刻也给人物有吗？给匹配困难？我觉得人物是比较困难的，尤其是脸部表情。因为在比芝麻粒还要小的一个范围，要把表情给诠释出来，其实没那么容易。而且我是右撇子，刻右边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的，然后要刻另外一边就比较困难。都会用用个面，不过贴照片的时间。对。就会感觉更难。这个真的是大的东西的时候比较不会感觉到的哈。你要刻很小的时候，因为人刻起来比例要两边是镜像哈，有对称的就比较不好刻。还有如黑，刚刚我很喜欢就黑老师那个念珠佛手。对呀，这个作品也蛮受欢迎的，真的对，就蛮有禅意的。对，而且最难是不但够多给佛珠是另外颗再放进去，是一体成型的。也很古耶，你都会想得到哦，怎么会想得到这个方法是做得到的？对啊，就因为有兴趣啊，所以会特别去钻研。对。但是老师可以解释一下吗？这个一体成型是怎么？这个佛珠是从哪里跑出来的？就是佛手嘛，然后有一串佛珠。那一开始佛珠是长这样子，就顺着笔芯这样子。然后我是开始刻佛珠，再往下刻到佛手，然后连接的地方再把它破坏掉，让它是活动的，这样。哇，真的很有工程的那种感觉哈，就是你一回是，真的呢，你没有办法从下刻到上。对，这很重要哦，就没办法由下往上，是由上往下。如果一开始先刻底下的话，底下变细了，
然后在刻上面的时候，它受力比较大，很容易断掉。哦，对，这个很重要。对，而且你如果比例没抓好，你到后面没东西了，没东西刻了。哦，哇，刚鸦片最难的，前面可能佛珠是算难度很高，还是我们还没讲到哦，就是给头前呢，给链条，还破金氏世界纪录对。在一支笔里面刻出168个环，就是环环相扣、一体成型的。啊，不过呢，我有按重的眼笔哦，那个笔芯是，它不是特殊的铅笔，它就是一般市面上买得到的。那我们一般铅笔大概是7英寸，大概18公分长。对，那我用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工法。我使用木工铅笔，那木工铅笔它是比较扁平状，比较宽。那我在这个宽的面对半剖开，然后就变成有2支笔芯，然后再刻出一个链条这样子。然后拉直之后就变这么长了。哇！对啊，这也是要突破一些构思创意上的瓶颈这样。老师呢？为什么都去申请金氏世界纪录啊？这是2020年有配合一档展览，对，那一档展览就是想到说做一些亮点吧，对，然后就申请金氏世界纪录。所以你申请的时候就知道我应该会打破了，对不对？就已经知道上一个人的记录。其实刻链条不难，对，它在雕刻工序来讲，它是不难的。那如果我会这么认为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有办法刻一个环，你就有办法刻很多环，只是说时间耗费比较多。对，那过程中就是注意不要让环断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就你要是有办法一直去耗，你断掉再刻，断掉再刻，总有一天可以刻起来。不过老师头都其实某6个时间有共斗，其实你跟上一个前面记录的人，其实你有差别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你的完全是没有连接的，对，是一体成型的。那在金氏纪录，就是他们认证是允许用外接，就是2支笔芯可以扣在一起。这样子，那会不会我要3支笔芯，它也没有，可以，对，那是允许的。那就没意思啦。对啊，那我给自己的挑战是，我把自己设限在用1支铅笔做出来。古手随演金氏世界纪录以某规定，你下一个要打破的要一体成型，可是其实你这个纪录就很难打破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会本期给一个挑战。你当下就觉得我要用一个，对，对啊，就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一体成型，就是没有外接，不是用粘的这样。我说以为你其实是用接的，我还没有试过。有些人是这样啦，对，有些人是这样。但你会设定自己我就是要一体成型。对，刚还有要给我们这个花园。老师也跟我们讲一下，这也很可爱。对，这是彩色铅笔刻出来的郁金香花园，它总共有108朵。那我一开始刻郁金香的时候然后1朵大概要用1个半小时完成1朵。对，那后来越来越熟练，那我大概40分钟就可以刻1朵。完全可以省到一半呢。就制作工序很熟练的时候。老师要给黑花的地方黑笨蛋呢？花的颜色是原本笔芯，就是铅笔的颜色。对，然后花梗还有叶子的部分，我把它上绿色，对，让它更象征一点。古时候去展览的时间啦，像俺的鸦片的作品通常很容易被讨论的是什么样的作品？其实都差不多的，都因为笔芯雕刻就是比较罕见，比较少人做。对，那我也因为少人做，所以就比较有机会被发现。对啊，那观赏者也会很赞叹说，为什么铅笔芯可以做出这样的作品出来？对，刚刚你都给到目前为止，你自己有最满意什么作品吗？我其实都很满意。那我比较常会提的就是西螺大桥啦，因为地缘关系。对啊，那还有就是曾经被说，因为我
刻了西螺大桥，然后发扬了在地文化这样。那其实我会认为说是在地文化来发扬了我的笔芯雕刻。这句话讲得很好，就是它就是很你在地的东西，对，然后做起来也很有感情。对，亚美黑不会做开口诗的原因嘛？就会觉得这个跟我的连结是很重的。因为就去年在诏安客家文化馆的展览里，就有被问到说，这个客家籍的问题，那也有被提醒说，你可以尝试开口诗啊。有人建议你。对。所以你就真的就刻了。对，因为有不同的尝试，就会有不同的收获啊。对啊，然后我就刻了新的作品。刚刚有没有什么作品是你刻了最多次的？武器是刻最多次的。反而是武器也算是最熟练的。对。就你刻过很多次的武器了。我总共刻了3套武器。对，一套有10支，那我总共刻了有3套。是因为你喜欢刻，还是被小孩玩坏了？就有时候会因应那个展览的需求，比如说这边有展，这边有展，然后就再复制了一套出来的。那有没有什么小孩会委托？所以你以前一回事是做武器给小孩嘛？对。那后来小孩看到你刻笔芯，会委托创作吗？我的小孩他们不太会，那可能也不想打扰我吧。对。那不过有几次的机会，比如说我儿子到他们学校的活动，到日本的姐妹校去拜访。对，那我有做了一些作品让他带到日本去，就是平成令和可以字体转换的作品。对，就很契合当时的那种他们那个平成令和的转换的。对，做文化交流啊。对。哇，那老师应该都超开心。应该是会吧。那你做什么呢？宋老师的话，我也是刻郁金香。一整个花园吗？没有，3支或。要是用那个编花束本，老师就是非常有意义很不同的意义，跟平常收到的花完全不一样。刚刚我们了解下听过继续唱到你看出欣赏一组笔芯雕刻的的故事。欢迎到进来福喜来嘅现场，我们今日的来宾是笔芯雕刻家李建筑先生。多看到老师按多的作品你应该也很难想象，哇，要一台的耐心囤技术才做得了。耐心跟技术，老师觉得哪个比较难？技术可以克服，就透过练习累积一点创作经验，可以克服技术上的问题。那我想耐心可能就必须要去培养。因为这个是很需要长时间，然后又很耗眼伤神的工作，对，必须要坐得住。对，老师，你那个撞墙期是一直都会发生的吗？对啊，到目前还是会发生。因为在刻的过程有时候会觉得不顺手，怎么刻都不对，就没办法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对呀，那这也算是雕刻的瓶颈吧。那像这种状态，我会让自己就是先休息一下，就不要雕刻了，然后做其他的事情。对呀，那转换一下心情再回来这样。不过其实听起来你调试的蛮好的。对，我觉得我还 OK。对。那老婆是支持的吗？他们支持啊，对啊，他也陪我像到外地去展览之类的，他都陪我带着作品过去，因为我自己拿的话也是不方便。所以老婆就是他喜欢也很喜欢看这些作品。对啊，他也很喜欢。每次我
有新作品我都会拿给他看。哦，对呀，然后他都会说这是我的，然后说好是你的。哦，所以有些事你会送他，做了送他。会这么说，但是都是我留着。哦，但名义上是老婆的。对。哦，他会说什么是他的嘞？像什么？这边有吗？对呀，他只要有新作品完成让他看，他都会这么说。都是他的。哦，不过老师跟亲们哦。你会觉得好像雕刻家是好像那是正职，没，其实老师是上班族。对，我是上班族，而且我是轮班的工作。哦，所以会有不同的作息。对，那我就用休假日啊，还有下班之后的空闲时间来做雕刻。哦，你不会想要辞职直接来做创作吗？可能是未来的规划，如果我还继续雕刻的话。哦，就维持这样的兴趣，对。哦，有安内兄有这样想过。对。那这个是可以谋生的吗？你觉得？会有人想要跟我购买，那我自己比较没办法决定的，就是说怎么去定价。那还有就是我的时间的问题，我没有办法再腾出更多的时间做可以卖的作品。哦，而且老师就是因为是上班族，不是说你有很多邀约，其实你没有办法去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一些是时间的问题啊。对啊，像我创作的这段过程有10多年了，有一些像国外的邀约就必须放弃，我就觉得比较可惜。对啊，像那个沙烏地阿拉伯的沙迦王国，他们有举办书展，对他希望我帮他们做作品。后来也希望我必须配合活动到阿拉伯去，可是我没办法请那么多天的假。对，好可惜哦。对，可是那是很好的经验啊，就觉得算是我创作过程很值得回味的一些经验。那作品有过去吗？后来没有，后来因为我没办法过去，就没有合作，就没有继续。哦，好可惜。不过他们是怎么联络到你？透过网络联系的。就你会 po 那些照片，你能看到觉得很好，希望你过去。所以老师越做越有兴趣，有曾经想这11年，有想说我要放弃过吗？是没有放弃的念头，但是是必须有时间才会做啦。所以我这个工作是断断续续的。刚刚有可能开班授课，会有人跟你说吧？对，有很多，反正国内比较少。那有很多国外的网友啊，会透过网络来做交流。那我也会愿意提供我的创作经验，包括工具啊，还有那个雕刻的技法这样。像我会觉得说，有一些国外的同好，他们的雕刻技术到了某一个程度，可是我觉得他们作品还不够细致，我会认为是他们工具的问题。对啊，那我会提供我的工具让他们参考。刚国外人，国外的人他们都用什么工具啊？他们没有想到像你一样用修眼镜的。一般就是铅笔刀嘛，那甚至有人是用手术刀。那是很利，那个也是很方便的。对，那一般除了刀子之外，就是用针状的东西。对。所以你也就分享。对。说其实有这些东西你们可以选择。对啊，后来很多同好，像印度的同好，还有越南的同好，他们后来很多就有用那个螺丝起子。路边那你很像他们的大学长，就会互相经验交流。那你有从国外的人那边学到什么吗？还是你真的已经是太 top 的？其实都会，因为现在透过网络很方便，那我们也会参考别人的作品，会去模仿着做其他人的作品，这样子。大家会彼此学习，这样。就这个小小的社群也很有趣哈。对呀。完全没有想到说一块是黑周生影的玩具，结果演变成这样。对，就把铅笔的用途就做到艺术化的提升，这样。刚刚不会列出很多你还想会做的东西，还是你突然想到？都会有。就我会有自己想要做的那种作品的一个。算是我自己的一个理想，对。那也会有一些状况，就是说突然有的想法，对我都会想要去尝试看看。
所以说有很多作品我想做，但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做的。哦，主要是时间，反而不是说我的技巧达不到，而是时间。对，目前是这样的状况。你们家名单有吗？给啊，有什么？因为我现在很想往另外一方面发展，就是说铅笔它是静态的，就是像这样子摆着观赏的。那我有做一些是动态的作品，就是让笔芯可以，比如说可以收合，可以摆动，像荡秋千可以摆动这样的作品。哦，就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作品。哦，古总你有一个想法，一个设计耶。对啊，要去想一些不同的创意出来。现在有想象是例如说什么吗？可以动的。我有做过像刚刚说的荡秋千，那还有就是我有做一些可以把笔芯从铅笔笔杆里面给掏出来，它是可以收合的。那我还有做像小时候的童玩那个溜溜蛇，蛇是可以这样摆动的这样。我有安的想法是源自哪里吗？源自你做了什么？觉得我还可以再延伸吗？因为有基本的雕刻功法，就雕刻技术之后，你就可以做很多的延伸。对啊，那就只要素材可以的话，就题材可以的话，都可以尝试看看。你现在这样想啊，做笔芯雕刻11年11年来，这个兴趣。这个专业，它对你人生有什么影响？对啊，原本在做笔芯雕刻之前，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嘛。对啊，那因为投入在笔芯雕刻之后，然后作品被发现，然后有一些媒体报道，然后受到大家的关注，然后甚至国外的网友，对啊，像曾经像刚刚提到的沙加王国的腰斩，还有西班牙的戴维斯博物馆也有曾经有腰斩。对，那还有一些像印度的报纸也有报道过。对，国外的网络媒体也有。对，那对，还有科威特的杂志也曾经报道过的作品。对啊，那也是对我人生的一种状态的改变。对啊，也丰富了我就是接触笔芯雕刻之后的这一段人生。魔兄都要笔芯雕刻变成你走向世界一个方法，而且好像也让世界走进来对，就多了一个交流的管道。今天非常感谢李建筑老师同样的分享你的笔芯雕刻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大家。非常感谢阿沙好人呢，请各位乡亲谈论欣赏，好好运通。各位福喜來嘅觀眾朋友，有請大家去到我哋嘅面書粉絲專頁面站，韓國聽嘢 YouTube 頻道，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。